果拉姆的水，楼嘎达果拉，拉鲁姆啊，狗样打告，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的名字叫做可燕打告，我是桃园复兴乡，我们都知道的拉拉山那边的泰雅族，所以我身上所穿的就是我们泰雅族的传统衣服，然后今天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我仅代表玉山神学院的全体师资生，向忠于教会的牧者、长职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献上最深的感谢。感谢教会多年来能够对玉山神学院的关心、奉献及代祷，因着你们持续不断的支持，使我们原住民的学生们、传道人都能够在玉山神学院接受装备，未来成为上帝国度的福音的使者。所以今年是我们玉山神学院即将进入80周年，80周年。所以这80年的历史，不只是一种时间的一个累积，更是上帝的恩典的见证。所以一路走来，有许多国内外的教会、牧者及弟兄姐妹，用着祷告跟奉献的心来陪伴我们玉神走过每一个阶段。所以玉山神学院能够走到今天，能够使我们学生们能够安心的学习，就是因为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扶持、来帮忙、来协助，所以我感谢你们。所以我们彼此同心合一的在上帝的国度，我们一起来为上帝来服侍。特别是中云教会长久以来对我们玉神的关爱跟支持，让我的心中充满了感谢及感恩。你们的代祷不只是支持一间神学院，而是在支持我们原住民教会未来的牧养的工作。所以这不只是代表我们神学院，是代表我们全体的原住民向你们感谢。谢谢你们的爱跟奉献。许多像我们一样的神学生们才能够安心的学习。在我开始今天的个人见证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观看我们玉山神学院所制作的一段影片。为1946年到今，玉山神学院行过80冬，学校栽培济教牧甲神学的人才，影响台湾原住民教会。汉字毋惊路途烂，只求基效代代传。愿用信仰甲财物，点导无共世代的使命。玉神现此时，毋那是一间新学院，搁较亲像属灵的家。逐个学生拢用服侍的心，行入去教会部落，将信仰化为行动。你若支持，愿就会当行搁较远，搁较dài。80冬，愿见证上帝的应允；80冬，愿持守服侍的心。愿期待有更较侪学生入来玉神，接受神学教育，行远达所在，为
主做工，愿诚心邀请你，有份伫阮的圣工。好，感谢中运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使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学生们能够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环境里面，我们专心的去读圣经上帝的话。谢谢你们。好，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因爱而彼此服侍，因爱而彼此服侍。我在读神学院之前。在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一句经文在马太福音的5章39节，这一节经文，虽然很多人喜欢用这一节经文，来做一些有趣的对话，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引领我进入到神这样的呼召的路的一段经文，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就是因为这句话，使我开始去走神的道路，也成为我的目标。好，我是来自于桃园复兴乡的泰雅族，所以我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我们家里每一位都是基督徒，所以父母也常常带着我到教会聚会。从我背着还是婴儿的那个时期开始，我就在教会里面，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听圣诗等等的所以我的母亲她是一个老师她从小就教导我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也教导我要做一个诚实，甚至是要善良，甚至是要尊重别人的人也因为这样从小我在学校里面就跟很多小朋友不一样他们认为我很不一样因为别人在吵架在吵闹的时候。我不会跟着他们一起，如果当别人在欺负人的时候，我也不会跟他们一起加入，或是甚至有人在欺负我的时候，我甚至不会还手，我也不会辱骂，我反而就是任由他们欺负我，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我非常不一样，很内向，所以现在大家弟兄姐妹看到我站在讲台上面，其实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过去的我是一个非常内向、害羞的人，我都是坐在教会里面最后面那一排最角落的那一个，甚至是有客人来到我家里的时候，我都是躲在门旁边的那一个小朋友，所以像现在能够站在讲台上面，也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从我开始工作之后才培养的一个这样勇敢的心，站在前面跟弟兄姐妹来对话。所以上帝透过圣经，他教导我许多的事情，他慢慢的教导我什么是爱。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透过圣经的话，他如何告诉我要怎么用爱来去服侍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圣经上告诉我，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记忆非常的清楚，那是在我国小3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外婆她分享的路加福音的6章27到29节，她告诉我，她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当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小朋友，所以我的理解能力并不是那么的好，只知道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要特别的记住。所以隔天在学校，上帝他就应验了这一句话。因为我无缘无故，我就被同学打了一巴掌，啪啊！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莫名其妙？我只是走在路上就被人家莫名其妙打了一巴掌。那一瞬间
其实我的内心是非常委屈的，因为我在思考，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我会被他打，好痛啊！而且当下我也非常想哭所以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想到外婆前一天跟我分享的那个经文，就是有人打你左眼，右眼也给他打。我就这么的单纯，我就说上帝爱你，我就说上帝爱你，就我的右眼就真的被他打了，很特别呢，右眼就真的被他打了，但是我还是依然对他说上帝爱你，然后反而他又继续打我另外一边。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圣经上面他不是只有讲一次打你右眼反而有第二次，所以我总共被打了4次都被打了4次。但是我也很感谢主，为什么？因为当下我并没有用这样怨恨的那个情绪去回击，反而是什么？他打完那第4下，可能也许觉得我有问题，因为我都不还手，我只跟他说上帝爱你，所以他觉得这个人搞不好好奇怪我不想理你了，他就打了我第4下之后，他就跑掉了，所以当下，因为孩子的心很单纯，我就认为什么？哇，上帝的话是真的呢，因为他之后就没有再欺负我了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认为圣经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对的，因为它应验到了我所遭遇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相信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多么厉害的事情，而是借着圣经的话，上帝他亲自在我身上动工，所以那件事情让我到现在依然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上帝的爱真的充满了力量。所以这个世界常常就告诉我们，如果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他，这是世界告诉我们的。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我相信对于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爱它不单单只是喜欢一个人而已，真正的爱是即使我们受伤了仍然愿意选择去饶恕人，甚至如果被别人所误会了，我们仍然愿意选择用温柔来理解，或是说使在别人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用基督的样式这样的角度去观看每一件事情。所以爱很重要，对于我们从小直到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再来第二个见证。第二个见证是上面的图像是我的爸爸妈妈，大家应该都知道复兴乡很多樱花树嘛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的爸妈在学校所拍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就可以让大家清楚知道，我的妈妈非常的矮，我的爸爸非常的高好，我不能让我爸爸妈妈听到，因为他会念我好，这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泰雅族。我的妈妈是国小幼稚园的园长。我的爸爸也是老师，但是这个身份非常的特别，他是猎人学校的老师。什么叫猎人学校就是拿着猎枪到处在山上跑追着什么？追着山猪跑，追着飞鼠跑所以我的爸爸从小就带着我喜欢在部落里面做工，像是什么铁工、水泥、油漆、木工、水电，几乎都是父亲在部落里面亲手教导我的。因为在我们泰雅族的文化里面，长子的身份非常的重要因为长子是未来要承接家业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必须得就是在家中成为那个支柱所以我爸爸从小早上5点就带着我到部落里面去工作，所以以至于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我的生理时钟不管怎么样都是5点就会起来非常的特别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以至于我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没有迟到包含在学业的部分，包含在工作的部分，我都是最早到公司，最早到学校等着上课的那个人所以你就知道，在我的生活的教育里面，我的
生活习惯都是由我的父亲所教导我的。虽然我看起来瘦瘦白白，瘦瘦白白像竹竿一样，但是其实我也很会很多特别的技能，像是接电、接水，就是爬在树上砍树啊等等的，我都会。我也会拿着猎枪到山上里面，追着山猪跑，或是去学习怎么用陷阱去抓捕我们的猎物。这就是我们泰雅族传统文化，我们长子必须得学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至于现在我非常感谢我的父亲。好，重点来了。有一天，我的父亲他像平常一样交代我一件事情，就是到我们的果园里面，去砍树，不是砍树，砍草，去修剪树木，这样对我们原住民来说是一般的工作，所以我就像平常一样，就背着砍草机，像这个砍草机，不是像现在那么方便，就是那个电动，就一根就可以砍草，是用推的，用推的那种砍草机，不是，而是用这种传统的，背着这种砍草机在我们的果园里面砍草。我从国小开始就在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看起来不简单，因为身上背的都是很重啊，因为那个机器它在运转的时候一定会产生热嘛，所以你就感觉像在背着什么暖包100多个暖包在背上，他那边在砍草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从小的生活。我爸他就告诉我说，请你背着砍草机去为我们的果园砍草。我说好，我就去了。结果那一天，我砍了半天我就砍完了，好，一般来说，我们的果园，因为要全部整个都砍完，我爸他已经算是老手了，他要砍一天，要砍整整一天，但是我砍了半天就好了。结果那一天中午，我回到家，我爸也因为在学校，我爸是学校的工友，他也中午回到家吃饭的时候，他就看到我说：“狗燕，你砍完了？”我说：“我砍完了。”他说：“哦哟，那么厉害！我平常都要一整天呢，你半天就砍完了。”我说：“你也太厉害了吧！”我就说：“对啊，我砍完了。”好，我就躲回我的房间里面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好，那一天就跟我爸对话就到这边。所以到了晚上，我妈就叫我说：“我要去叫你的哑巴。”哑巴的意思就是把爸爸，去叫爸爸来吃饭，因为我爸爸傍晚了都还没有回到家，所以我就说好，我去叫。结果我在家里面找了一圈，找不到人。我到部落里面的路上，走了一圈，也没有看到我的爸爸。我就想说奇怪，我的爸爸去哪里？怎么找都找不到。结果我想了想，不会吧？他不会在果园吧？我想说我已经做完了，为什么他还会在那里？结果我就越来越靠近我的果园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一个声音。什么声音？我听到了砍草机的声音。为什么会有砍草机的声音？很简单，因为我偷懒了。我爸他去为我去完成了我偷懒的这一件工作。所以当下其实我走到我爸的，因为我们的地是这种比较陡峭的地，不像我们一般的农地都是平平顺顺的，我们的地都是那种陡峭的，所以我就站在最高点的那个地方，我就看着我爸，带着头灯，因为已经是傍晚上了，头灯在砍草，所以当下我其实非常的惭愧，为什么会惭愧？因为我爸他下班了，他还是背着这么重的砍草机，为我把我偷懒的事情做完，所以当下我其实是非常惭愧，不敢去跟我爸面对面，去跟他说请他回来吃饭，我不敢，因为我怕我爸会什么，会念我，会处罚我，所以当下我就马上就逃离了现场，结果到了大概将近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我爸就回来了，
我以为我爸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他会鞭打我，会骂我，就说你事情都没有做完，结果你就说你砍完了，害我还要这么晚，还要帮你处理，结果没有，我爸看到我第一件事情，你知道他说的什么吗？他说我的儿子啊，辛苦你了。他说辛苦你了。当下我就非常的难过，因为我爸他没有骂我，而是用他的爱来关心我，甚至对我说你辛苦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一件事情：父亲的爱是愿意包容他儿子的那个爱，他愿意牺牲他的时间，愿意牺牲他的体力，去为他的儿子去完成他没有做好的事情。所以这就是父亲的爱。所以从这个爱的教导里面，其实实际运用到圣经、耶稣，甚至是我们上帝对于我们的爱。圣经它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愿意包容、愿意牺牲奉献的那个爱。所以我从我的父亲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使我直到今日，我借着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直到现在，我在做任何一件工作，甚至是服侍，甚至是在生活上的所有一切，我都用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来爱我们的上帝，包含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任何一件小事，因为每一件小事都是一件大事。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我们能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以至于到现在也是在我读神学院里面当中最重要的一件功课。包含读经也非常重要。读经并不是说只是念一念就带过去，乃是要一字一句的去慢慢去品尝主的话，消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成为我们生命的榜样，甚至是祝福，甚至是恩典。所以借着我父亲这样的一个教导，他告诉我了什么是父亲的爱，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耶稣的爱。这就是我的第二个见证。好，第三个见证是在我读完大学进入到社会的那个工作的7年时间里面。我不像大学生或是高中生一毕业就进入到神学院读书。其实我读完大学，其实我有在外面工作了7年的时间。我是就读室内设计系，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桃园的中坜青埔那边盖大楼，我是设计师，我也是工地主任，所以在那样的工作的7年里面，我做了一件非常可能令每个人都吓一跳的事情。我在提离职信的那一刹那，我的理由是写什么？我写说我要读神学院。董事长看到了那个离职单，他自己也吓了一跳，因为从来没有人写过说我要去读神学院，一定是我有另外的生涯规划，或者说可能我要进入到哪一个公司，或者说可能觉得公司的待遇不好等等的，但是我没有，我就写说我要去读神学院，很特别，所以董事长就邀我到他的办公室，说：“你怎么会突然想要去读神学院？”我跟他说：“不是突然的，而是这是我从小一直以来都想要完成的一个目标。”然后那好来了，董事长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会来工作或来就业，而不是直接毕业就马上进入神学院呢？”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恩赐。什么恩赐？就是设计的恩赐。我很喜欢设计，我想要把这个恩赐能够从图纸上能够运用到实际，把建筑物都盖完，我才要离开。所以我就说我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恩赐，使这个恩赐让我在牧会牧养的过程里面，也许可以成为教导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去
修上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去建立我们的教会，因为在建立的过程里面，我们都可以彼此互相连结，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所以我就依照这样的话语告诉我的董事长，所以我的董事长就一直点头，点头结束之后，啪盖章，然后下个月我就离职离开了这个地方，所以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的时候，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上帝的话可以成为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你就按照这个方向，你就一步一步一脚印的走，因为上帝与你同在。为什么我要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在这7年的工作的时间里面，其实我面对了不同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工地里面，会有原住民啊，会有一般的汉族啊，也会有那种外配啊、外籍的啊。当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聊天，从他们聊天对谈里面，他训练了我一件事情：面对不同的人，我要说不同的话。什么意思？如果是面对汉族的话，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如果面对原住民的话，我要怎么对他们说？如果遇到外籍的话，我要怎么对他们说？所以在这7年里面，上帝他训练我怎么去与人对谈，勇敢的站在别人的面前与他们对谈。所以，我觉得很奇妙的是，上帝用这样的7年的时间去慢慢的建造我，以至于我到现在能够勇敢的站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我很感谢主，很感谢主能够使我能够站在这里给你们做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用圣经里面的一个爱，跟大家来做分享，就是阿嘎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希腊文？如果希腊文，如果你们去看爱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名字叫做阿嘎培，它是源自于古希腊文的一个单字。它的意思就是说，从上帝而来的那无条件的爱，就是阿嘎培。阿嘎培，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爱，我们才爱他，而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去爱别人。这种爱不是那种交换条件的爱，而是一种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愿意包容的爱。我们可以从谁的身上看到？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明明没有犯罪，却愿意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明明可以审判世人，但是他却愿意用爱来拯救我们的人类。所以真正的爱，就是不是嘴巴只是说说而已，而是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会用我的父亲来分享？因为父亲就是用他的生活去深深到影响我对于爱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们里面有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改变，就会开始改变。如果我的父亲如果用那种愤怒的话，或是那种处罚的那样的一个方式来教育我的话，你觉得我看得到这样的爱吗？看不到。所以耶稣上帝借着父亲这样的爱，他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减少了我的嫉妒的心，以及减少我比较的心，也减少我埋怨的心。所以他教导我们要学习去体谅别人的软弱。我们要学习用圣经的恩典来看待别人的不足。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一定会遇到受伤，甚至让我们难过，甚至让我们误解，甚至是批判，甚至是背叛这样的事情。但是请不要让这样的伤害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太久，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一直活在这样的仇恨里面的话，他的生命里面就会慢慢失去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所以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交给上帝的话，上帝他就会医治我们。
虽然时间并不是，虽然不是说马上去医治，而是借着时间慢慢的去建立，慢慢去安慰你。但是我相信，在未来，当你回想观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充满喜乐的。包括现在，我看我爸这样对待我，看我的母亲这样教导我，其实对我来说是喜乐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爱可以使人坚强，因为真正刚强的人，不是那个最会生气的人而是即使受伤，能够愿意选择爱的那个人。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也鼓励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用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观看每一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说出的一句话，都可能会深深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4章29节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以说出，而是要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圣经的教导非常的重要，以至于我们在生活上所对谈的，都要充满力量，要造就人的话。所以这些经文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轻易的说出伤害人的话。虽然我们也许只是觉得只是开玩笑而已，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会成为他们心理上的那种伤害。所以真正的爱，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护别人，要保护别人。如果今天也许我们真的很生气的，受不了了，真的很想要说出这样埋怨的话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将我们埋怨的心，完全献上给我们的上帝，请上帝亲自安慰我们的心。当我们心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上帝他就会亲自帮助我们用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话语，去面对批评我们的人，使他们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哪里不一样。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拆毁仇恨，耶稣基督的爱可以拆毁八卦以及我们世上的纷争。所以爱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非常非常需要爱。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东西嘛，就是什么？我们的手机嘛。手机其实带来我们的方便，但是也带来非常阻挠我们与人连结的一个东西。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我们都是面对面互相聊天。但是当我们有了手机之后，我发现可能也许因为我都住在山上所以我昨天搭捷运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情大家都坐在捷运就是埋头苦干的看着手机大家都这样一直这样走路也这样，我还担心他是不是会掉下去呢都非常专心的看他的手机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因为在我们部落里面，手机常常忘记放在哪里，你知道吗？在我们部落里面包含我也是我很容易忘记我的手机。有时候我的手机掉在那个什么厕所，我的手机掉在可能也许砍草的时候掉出来，我都没有发现所以在部落里面，手机其实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我们都是用喊的狗要来吃饭喽，宝宝来吃饭喽就是大概离到对面那边大概是从我这个地方喊到牧师馆那个距离我们都是用喊的所以我们在部落讲话的声音非常大声可能因为也许我们老人家为什么那么容易中听，可能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讲话都非常大声所以你就知道生活环境会跟生活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依赖感所以我相信我们在与人对谈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与人交谈，讲上帝的爱，或是互相关心，互相面对面，而不是来到教会，就可能也许你就在忙你的事情，就坐在那边这样。不是，圣经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教会做礼拜？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互相连结，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不是阅读爱，而是要把爱分享给每一个人。要怎么分享？就是用我们对谈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成为见证人。什么叫见证人？成为上帝爱的见证人。当我们见证到上帝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上帝的爱分享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那个祝福就是要透过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连接，才有办法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所以，我们有教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因为没有教会，我们还能在哪里传讲上帝的爱？所以我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安排到中云教会来这边请安，真的是分享上帝的讯息，而且也刚好未来的牧师下礼拜就要封牧了，所以我也很特别就是说可以用这样的机会，刚好在最后的还是传道的身份的时候，可以传讲这样的讯息而且我也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才知道原来传道跟我现在在实习教会的牧师是认识的所以你就知道很特别很特别，就是有点亲近感。所以不管到哪里，你看都会遇到我们身边所熟识的，甚至是让我感受到上帝都预备好了，都安排好了，所以我现在心中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当我知道一件事情，上帝都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也让我有机会进入到玉山神学院接受装备。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我看见了许多来自不同的部落、不同族群的弟兄姐妹。因为虽然我们背景不同，但是我们原住民，包含我们学校也有汉族我们大家就一起愿意来学习服侍我们的上帝。反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深深相信原住民教会未来仍然有很多重要的使命，因为上帝他并不是只单纯呼召我们来传讲上帝的爱，而是呼召我们成为被爱的那个人。所以他更呼召我来到这里，把这样爱的讯息分享给中云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谢谢中云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谢谢玉山神学院。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是为你们请安，也是为我们的玉山神学院请安。去感谢上帝。我希望中云教会能够成为祝福人的教会，传扬上帝福音的教会。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感谢你一路以来对玉山神学院的保守与带领，也感谢你感动许多教会与弟兄姐妹用祷告与奉献支持我们的神学教育。求你亲自祝福中云教会的每一个牧者、长子以及弟兄姐妹，愿你赐福他们的家庭、工作以及服事，使他们的凡事都有从神你而来的平安以及恩典。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学习活出爱的生命，让我们不只是口里说爱，而是要真正在生活中学习饶恕、包容以及关怀。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求你亲自医治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亲自扶持我们。
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求你再次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成为和平的人，帮助我们成为温柔的人，成为愿意祝福别人的人。因为我们靠着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愿你赐福我们有一颗顺服主你的心，使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愿意跟随主你的脚步。让我们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成为荣耀你名的见证者。以上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献上这首诗歌：耶稣，我要爱慕你。一起来唱中文，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在少报，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
我们上帝爱，对你的爱和思念，让我们慢慢的走向上帝你的身旁。我们要贴近我们的上帝，因为主啊，我永远渴慕主你的话语，贴近你，主啊，我渴慕需求你，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需，再次吧，让我走向，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需求你。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力量，每一天的帮助，要让我们愿意顺服到主你的话语。阿们。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上帝。